台湾农业人口老化，农民的岁数大约有62岁以上。为促导为韩国多位后生人加入农业，中央同央视政府都推出鼓励扶托的计划。农委会民国95年起始推出的培养计划，到民国100年转型统整做农民学院，针对无穷养阶段的农民提供各种的课程。民间几多农场也提供后生人去实习韩国打工换学业的机会，而帮后生农民安心学习同耕种的环境。对咱开始做农民的人来讲，上课确实学的多许多，用的多的东西。不过课上学的，还要等人痛马去拼，无人教，无伴，如果难留下来哟。也有学者专家认为，而后生人很来耕田，而对韩国大嘅视角来看，而处理规个农业结构的问题，那会有韩国大嘅效果。搁咸丰草。会啊，这些牧草啊，就是我们特别种给要给我们的农场的猪吃的。就是这牧草是要实践我们农场有机循环的一部分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猪的食物啊，都是能够由农场自己生产。那牧草就是其中一样。各项牧草当地的准备农场拄好，为小组的爱食的东西的是，将28岁的后生创作李汉庭，赛道附近的记，去年将做创作。未带第2类来到农场实习，也是参加打工换学业的后生人来学习。从小就会对天气拄好，搞到太的记，一直对土地动有感情。考文学的记。对台湾研究所毕业过后，行喺行业自家一定通下的土地。因为我要来务农之前，已经有认知到务农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，所以不会有太大的认知上的落差啦。做农夫这个工作，除非你有非常大的热忱，不然其实不容易待下来。伫恒春半岛嘅采风农场，主要就是一路以来对环境保育动用心嘅防治上。农场成立嘅主要目的，唔但唱嘅希望有更加多嘅后生人对行业研究，每過幾下到學習到有機循環嘅農業生產方式。这个实验的目的在于，一个年轻人他只要愿意跟土地为伍，他喜欢这个生态系统。那他就很容易接纳这样的一个有机循环的概念。那这个概念里面就是说，人其实是属于生态系统的一环。那人呢，只要恰当的去扮演自然界的一份子，让我们的年轻人见识到说，原来处在自然界里面，它是有很高的生产力的。成立5年嘅采風農場，第6年半前開始提供打工換學業同實習農夫嘅機會。到期總共有200人嘅後生人參加過，從去教育都係20-30歲嘅實習農夫阿二千同阿亞鳳，啲農場都好學耕種、育頭生、做田間管理也到，啲太自然向下生發，同伴向下討論相互觀摩學習，我記也到知道嚟耕種係動有價值的。真正覺得就是心裡非常感動，是因為之前做服務業，每天摸到的東西就是塑膠包裝的，沒有生命。那來這裡看到這些一草一木，然後這些動物，你用心去跟它相處，雖然它不會講話，可是它回饋給你的就是它長得非常的健康。我覺得就覺得很有生命力，這樣子，每天就覺得活着就是為了這些。就是生氣昂昂的這些動植物，這些生命在努力，這樣子就是很開心。我一直以為就是種田，它其實就是農作物而已。那我覺得彩虹農場這邊很特別的是，它是一個循環的農法，它把它像是稻子剩下的稻殼，還有米糠拿去餵豬，再來就是一些稻殼，它也可以鋪在糞便上面，就是當堆肥。這是我比較沒有想到的一個很特別的一個農法。至於說最辛苦的部分，大概就曬太陽吧，再來就是體力吧。我覺得女生的體力真的有限，但不過也越來越多女生在種田啊，
所以我觉得，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帮忙，对啊，这其实是一个可以克服的问题。啲采风农场杜烘，还有一间细细间嘅烘焙房，也搭配嘅烘焙师傅就从係無所使用嘅。老農場杜烘較唔好看上嘅產品，行係認真睇出，並唔叫嘅農產品，都加工做各種各樣餅嘅、果子乾，有陣時還要做從頭口味嘅烤茄粒。負責加工嘅師傅潘師傑會用鐵飯店嘅條路嚟到農場做事。就會認真基地，烘焙業有供唔出的秘密。所以我會選擇說離開這個行業，是因為說我不想要再使用這些產品，使用這些化學藥劑去危害人也好，包括我自己在製作的過程中，其實在烤焙的時候，那一些化學藥劑揮發出來，對我自己也是一種傷害。所以我覺得說，我們給這一片土地什麼東西，它就會回饋給我們自己什麼東西。采風農場係用自家種類啦、自家色同有機嘅觀念，為後生人一片學習、一片體驗，自家去做。現時農場杜烘做得提供2個專職嘅農民朋友，搭上業具體用業結合量，安尼後生嘅農民就做得安心來耕種。现在农业的结构啊，总共有80万公顷需要被照顾。那其实像我们这样2块地就可以提供2个专职的农友。那像我们的做法是，我们保障薪资，年薪保障30万。然后如果他有盈余，那我们会拨30%的那个盈余作为他的工作奖金。其实目的就是要鼓励他们能静下心来，在土里面打滾，然後樂於跟環境為伍。台灣做農嘅人口土院年齡係62歲，民間慢慢地推廣後生農民轉去故鄉，希望改善農業人口漸來漸多些，韓國佔唔到嘅情形。實際上，農委會喺民國95年起時，為到為韓卡多嘅後生嘅落來做農業，推出嚟培調計劃。一直到民國100年，轉去整合做韓卡全面的農民學院，各種課程都有。所以農民學院大概就是分成入門，你原來不是農業這個區塊的，你到農業這個區塊來，那讓你了解什麼是農業。那有一部分在農業經營很長一段時間的，它的技術要再提升，那這部分我們就會用進階。那另外這些相關的技術都成熟以後，我們希望農民往企業化、組織化，或者是提高他的行銷各方面的能力，這時候我們就有一些高階班。對培調計劃到農民學院，一到農民東山馬學習求進步，將喺苗栗嘅有機農民種子課，頭擺設啲中國大陸做推手業務嘅主管，副卡全無人做農，佢就可以打破農委會嘅搶農葡萄計劃，得到更多嘅知識。佢咪鼓勵鄉下啲農場杜烘做事嘅農民，咪會去學習。全部來到嘅知識，全部來到嘅農委會的各個改良場，花蓮改良場、苗栗改良場，這些改良場他們教我們的這些專業知識，同個專業知識結合在實務的操作上面。像我哋鄉嘅人來到我哋農場做事，我一定會繼續上農民學院的課程轉來，就現在上班，做的農委會有開課，我就會去報名去上課。轉來，佢就啲，我在做馬甲西，我做馬甲我要用做，一定要學理跟實務兩個結合。啊，這些知識就從個改良場、農民學院這邊來獲取是最快。對我農業知識會進步較多啦，較有效。含你自家戇去命就較慢啦，那上課都上到都差唔多嘅，所以講。對我漢拜會有乜個目標，好好聽。第二樣係政府嘅有得補助乜個主題嘅全做嘅嗰種嘅。過去啲空軍服務嘅唔健康，係現在唔判定也從面落嘅屋卡，係用資源農法耕種出來嘅產品，現在經發生東西標唔叫快鐵就問題嘅情形。
古属集体陆生类做初级加工，透过低温烘焙嘅方式保留水果嘅颜味，做出清甜又有空气嘅果子干。缅甸话嘅老农产品做出从嘅艺术品用嚟嘅果子强脆嘅盐同糖，将农产品转做文创商品来做，呢度嘅想法都可以对农民福建嘅课程来嘅。在农民学院，我是上初阶的有机班，那是1个月的课程。其实那个帮助对我来讲非常有用，因为从你完全是门外汉，然后进到这个农业领域来以后，你慢慢的可以发现到说，原来农业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种田。那其实大家是在无私的环境里面。那有幸今年又参加就是农委会的，就是台大的那个精英班，那我们是第5届。那在这个领域里面，我们可以交到很多的好朋友。好朋友就是因为不同的产业链，我们希望说把农业变成一个事业来经营，变成一个产业来经营，而不是以前大家认为的农业而已。因为呢度嘅后生人上过农村嚟做农业相关嘅生意。民国100年参加农民福建嘅人就有2678人，到101年成長到4093人，3年之間增加嘅1412人。課程結束過後，實際去做農嘅沒一多。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大概有1500位受过农民学院或者是相关专业训练的农民。那目前整个调查起来，还有1300位还留在农业这个领域。那这1300位里面，有一部分是专业的农民，那有一部分是兼业的农民，那也有200多位他本身就没有留在农业这个领域。那我们了解他的意愿，有些是他的兴趣不合，有些是他就经营上有些困难，他没有办法克服。那这些人他就没有再留在农业。政府推動後生人轉到故鄉安當人類，未使有一度農民向提供機會，幫後生人到自家嘅農場實習。從嘅宜蘭嘅農民陳朝傑就是參加農委會提供嘅建設農場計劃，不過才發現效果無像想象嘅咁好。政府推的只局限在一个部分，就是说他要有专长，就是说他是相关科系，但是他不一定是代表他对农业有兴趣的人进到农业里面来，所以他的学习态度啊就会比较差。然后再来政府的政策啊，就是到学习农场来学习啊，农场本身还要付薪水给他，而且你要教他，有老师教学生，还要付给学生的学费吗？这样好像有点奇怪。而且你看，你教一般的见习农场教的农场在教的见习学员啊，通常都是1、2位。1、2位的话，跟你讲解解说完了，农场主人就做完了，通常是这样子。事實上，農民福建嘅課程唔單僅針對專業來耕種嘅農民嘅技術指導，針對有基礎嘅農民未提供動動用嘅課程。不過有實際做農動動人嘅農民，尚未報名農民福建嘅日本課程，再因為動動嘅限制，無提機會。等都係前年就去農民迄陣來上課，啱講我哋報名了吼，三無本期該入線度。基本我哋咧答應係講我哋做乜做研究嘅，我哋技術面呢度農村乜做得嚟吼，啊唔是講去講上課，啱講我哋設計師咁講我哋以為嗰種就是唔係講按好啦，所以我講上我去講進修。農民吼踢腳跳千尾啦，啊唔講吼。你要拿筆吼，我哋個較唔曉，啊所以講吼，佢哋愛要講你嘅記筆啊，乜嘅東西吼，你要寫出來，啊我哋農民嘅人吼就較唔曉寫，啊所以講怕可能係樣東西吼，真無法度過關啊。當然要先望哦，因為我哋雖然講曉種菜，啊唔過我哋係去人講嘅啦，活到老學到老啦，我哋咩愛健康啊。較有經驗嘅農民尚未求進步，啥可能冇辦法去學。佢哋較後生、啥冇留下來嘅人，係講有前輩聽見聲，有強下大病嘅盤，可能結果就會冇強用。我們在全國甄選了100位青年農民，那提供1對1的陪伴師，那透過各相關的輔導資源來協助他們從事。那另外也透過各縣市農會，我們在各個縣市都成立了青農聯誼平台。那就是讓青年農民他到家鄉在從事農業的時候，他碰到相關的技術問題啊、
产销的问题呀，或者是说他对相关的知识不了解啊，或者是他对辅导体系不了解，我们都有相关的辅导体系来协助他，来帮助他。啊，当下迄种都也个个解决新的问题，无解决的时间，尤其是比方讲提供技术啊，也其他啊你的条件，伊学会的啊，当下土地可能取得有问题，伊土地取得了，伊种的东西无简单，又买到好的价值，也係講做一個農民，遇到一個狀態，地方上唔係有佢屬事宜，按工作唔係幾年嘅事情，前段時間嘅時候睇下天數，有啲條件係種到無，對講講頑皮起來翻吼，其實歸難讓一個後生嘅農民真是喺農村留下了。行業大自然高定淺色彩綠色嘅熱嘅，係見來見到嘅後生人上位嘅農業講簡單未易簡單。認真大自然本人呢又薄又豐富，不過其實農業未真難，難啲天時見來見奇怪，韓國台灣嘅環境很暗困難。面對一下國際上安泰嘅競爭，政府聽錯愛有行較好嘅整合策略，培養後生人嘅本地，好本幾下到不比前台嘅交車，將東尾去台灣嘅農業。